卖了假熬啦，你要专门来处理就好啦。我当家己来。啊，你别险，你好做你足强的。可以啊。进都来啦。可以。要证明给大家看呐。买这间房子的时候，大家拢在搞笑，连你嘛是。啊，这间厝有啥物问题？这问题啊，是较多价啊。兰姐，恁即马是在创啥？哪来关我的代志啊？我是囡仔。要读高中啊？天啊，你念你要好命啦！你是毋偷我出门，搁偷看电视？无，电视搁烧，搁讲无？拄则我伫看啦。你若无好好读书，叫考到升学班，你就是中场做女工啦。求婚？你不想结啊？